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海的情势有影是有紧张，像中国最近就伫沿海一直咧演习，啊，就为今仔日开始到初六，是伫南海部分的海峡咧做军事训练。啊，那咱的国军呢是无来升官戒备，但是陆海空三军为早起的8点到后日的12点，是来强化战备整备。海军已经出海进入到战术的位置，啊，有8架换上2000的战机，嘛驻防伫咧台东。啊，那美国的雷根号的航空母舰嘛已经到巴士海峡的东边，要来监控阿强的机动，要来确保佩洛西的安全。最近这几天伫沿海进行真济摆军事演习，因为美国第3号领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伫沿岸来台湾访问，中国经过几下摆伫漳马派出4台战斗机到台湾西南边防空识别区。解放军伫初9、初6分别伫北部海域做实弹射击，伫南部海域做军事训练，有恐吓的意思。高强度的武力展示跟武力施压的行动，而且不排除会有一连串的行动，可能连续好几天，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不大。他希望能够警告台北跟华府，不要再有进一步更深入的政治或者是军事的交流。因应强军行动，国军派出8台换上2000战斗机驻守台东，防空部队随备战。海军伫所有马警甲驻营军舰嘛纷纷出港，提早进入战术位置。公部虽然无相关战备，不过伫今日透早宣布，初28点到初412点，三军进入强化战备整备。不抢先提升那个战备等级的状况之下，把所有可以准备的动作都做满做完，来应付各种不测的事件。美军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，听讲目前正在巴士海峡以东，毋那未监控强军一举一动，就是要诱开反冲区，确保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万无一失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